新北市顶一日发生学生举刀仔甲同学挂颔棍的事件，这校园安全的问题引起讨论。教育部昨定案，为2月开始，校园安全检查机制会分做例行的抽查，阁有紧急的抽查。要紧急抽查的时，免家长陪嘛会使。有学者认为，除了加强检查，霸凌、伤害的预防辅导，阁有刑责，拢着爱检讨。校园安全检查机制伤过严，紧急状况的时阵是卫府来做。教育部昨是定案，今年2月开始会当例行抽查甲紧急检查。紧急检查的时阵，唔免人来陪同，有家长表示肯定。之前是需要有家长的同意、家长的陪同，那这一次呢，就是可以不用再这样子。那扩大他这样的执行，我相信可以保护孩子的在校园的安全。警察大学教授考学生是认同加强安检，也毋过强调这也是较后壁的代志。教育部是明确决定特定学生的条件，也毋过少数化定义的可能犯罪的少年，应该扩大范围。整个曝险行为，我们本来1款7款变成3款，就把那个加入不良指示删掉。所以我是认为曝险这块要扩大，因为扩大之后就要少委会介入。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嘛指出，新北市的案件嘛，互未成年学生刑责是来讨论，以日本来做例。20年来修5改法，会当判处刑事听话为16岁以上降到14岁。转送感化院年岁下限嘛降到12岁以上，刑度嘛提悬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犯罪手段的凶残，跟加害者跟被害者都是校园的学生，这个事情跟我们有高度的一个类似。协会表示，2022年10月到去年年底，全台有29件校园霸凌，其中有伤害甲杀人，可能爱参考国外进步的法例，调整法条甲具体做法，提出解决办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